来继续来看这个法国的总部讲要卖台湾的家乐福，讲8个月了。昨深夜，统一集团来宣布，以现金290亿来买法国60%的股权，按算2023年要来完成交割，嘛会送公平交易委员会来审查。 到底是啥？将这是台湾家乐福的新头家。差1年的时间，统一集团总算在昨暝开记者会，宣布正式给买落来。统一企业预计取得49.5%股权。 统一超商预计取得10.5%股权。统一集团用290亿，甲法国一边60%的股权买落来。台湾家乐福去年合并营收超过新台票800亿，正是一只稳达达的金鸡母。所以传出法国总部要买，到台湾大企业讲要甲伊买落来。根据法国人的出来要销售，他是讲几乎就是说谁肯出的价钱高。除了去年在过远东集团董事长齐耀东特别讲要出价竞争，另外还前国泰金副董蔡定武嘛传出意思想要食这个饼，啊后尾由本来就是家乐福股东的统一集团抢着同乡。那么在这个流通产业一向都有规模经济的这种优势，所以并购是最快的方法。所以这个市场从竞争，从自己未来成长的这个布局，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他们尝试在做的事。整合通道要未完成了后，统一集团就会摕到全台湾340间门市的经营权，包括68间大卖场、272间超市和顶级超市、129间商场，再加上统一超商本来就有的6500间门市，这规模会真做是台湾小卖市场的重要地位。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它这几年或者是最近在这个想要布局家乐福。 搞不好，其实大家的看法都是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，其实就是全联。进前专地买大润发，将统一集团宣布买家乐福，两边拼输赢。公民会是讲，因为统一有食品事业和小卖业，牵连到顶一盘供应关系，所以会针对市场封锁和限制竞争两大方面进行审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